凳可能轉 sofa 啦，唱歌跳舞。其實每一場都好難忘，因為其實每一個城市都係俾我啦，同埋我哋成個團隊都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啦。因為每一個城市我哋都唔係話真係咁多機會可以真係去現場表演俾大家睇。咁我好開心可以藉住今次嘅巡迴演唱會可以去到你哋嘅城市啦。咁啊，希望可以去更多嘅城市同現場嘅觀眾一齊玩啦，係啦，唱歌跳舞。因為我而家仲拍緊一啲電影作品，咁其實未正式坐低同團隊再睇下有啲乜嘢會調節，但係我覺得會有啲嘢會有微調嘅，基本上都係 base 喺我哋之前個 Go Flow 成個演唱會製作咯，可能要輕輕修改啦，可能歌單上面啦，要睇下排舞師佢會唔會有啲嘢想再修改咯，凳可能轉 sofa 啦，我唔知啦，除褲咯好嘛？短褲，東莞好似好耐冇去。